無論你係老闆、打工仔、創業者，甚至只係想說服屋企人做某件事，廣告嘅技巧都無處不在。如果你識得點樣講嘢、包裝產品，甚至包裝自己，你就可以更有效咁影響人，甚至賺更多錢啊！大家好，我係梅浩，今日我要同大家講一本非常實用又可以幫你揾錢嘅書，叫做《廣告說服力》。呢本書睇落好厚，但係其實佢唔單止講廣告，仲講埋公關、營銷、消費心理學等等，簡直就係一本揾錢寶典。廣告學呢，原來會影響生活。首先，呢本書話俾我哋知，廣告唔止係電視、網絡上嗰啲宣傳，其實生活處處都係廣告。例如，你要老闆加你人工，點樣用說服力去令佢覺得你值呢個價？你要小朋友做功課，可以用咩廣告式嘅語言吸引佢？你做生意，點解有啲品牌唔使講咩都賣到飛起，但有啲就廣告點落都冇人買？廣告學呢，其實就係一門說服人嘅藝術。如果你學識咗，你嘅生活、事業甚至人際關係都會唔一樣。廣告有3大核心策略，分別係理性、情感、魔性。理性策略，資訊型，即係俾消費者資訊解釋產品有幾好。例如 iPhone 出新機，會講 A18 晶片有幾快，電池續航力提升幾多，令你覺得佢性能強勁。賣保險會話俾你知保障範圍、賠償額有幾高，令你覺得呢個計劃值得買。情感策略，感性型，即係令消費者產生感情共鳴。例如星巴克嘅廣告，佢唔會話咖啡豆幾優質，而係營造一種高級、休閒、社交嘅感覺，令你覺得拎住杯咖啡會更有品味。Chanel 唔會話我哋香水好香，而係話香水係一種態度，令你幻想自己變成更優雅嘅女人。魔性策略，本能型，即係利用人類本能，令你唔知點解就想買。例如你見到啲人排長龍，會唔會都想排隊？即係社會認同心理，覺得多人買就係好嘢，限時搶購，只限今日，再唔買就冇啦，即係製造稀缺感，令你驚錯過。如果一個品牌夠強，3種方法都用埋一齊，就會無敵。廣告唔係為咗靚，而係為咗賣嘢。好多時企業做廣告最大嘅錯誤就係，我想做一個好有創意、好靚嘅廣告，但現實係廣告靚唔代表賣到貨。廣告之父奧格威講過，廣告嘅目的唔係贏獎，而係令消費者問邊度買。所以做廣告一定要睇呢個廣告係咪真係俾人一個購買理由，係咪令目標客戶真正行動，係咪清楚解決消費者問題。廣告成功嘅4大步驟，根據書入邊分析，廣告要有說服力，必須經過4個階段。第一階段，消除抗拒，解決消費者戒心。當消費者見到廣告，第一反應通常係唔信你，咁點算？用影射法，例如 Volkswagen 嘅廣告，你有冇諗過冇雪車司機點樣開車去掃雪？然後話當然係用 Volkswagen， 佢冇直接話我架車好勁，而係用故事引導你自己得出結論啊。第二階段，令到消費者接納，吸引注意力，用顧客見證某某明星素人用完讚爆，重複曝光，見多幾次，潛意識就覺得可信。第三階段，促進行動 Call to Action， 即刻落單，買滿500蚊送100蚊，限量500件，唔買就快冇。第四階段，培養忠誠，品牌長期影響力 Starbucks、Apple、Tesla 靠品牌文化鎖住用戶，長期令你覺得買呢個牌子係種身份象徵。2個廣告黃金法則，第一，讓消費者覺得佢值得擁有，例如你值得擁有 L'Oreal 呢句標語多年嚟都冇變，因為好多人買化妝品唔係因為需要，而係因為想獎勵自己。第二，設定清晰目標，唔好浪費錢。有啲企業落廣告只係想爭市場份額，結果係燒咗大量錢，但冇增加利潤啊。正確嘅方法係設定可量化嘅目標，例如要提升20%銷量，要獲取1萬個新客戶，針對目標市場。例如 PayPal 佢哋推出冇試圖教育所有人用網上支付，而係專攻 eBay 商戶，因為佢哋最需要呢個服務。點樣令消費者忍唔住要買啊？第一個方法，價格分拆法，將產品拆細講，減低心理阻力。如果賣健身課程，你係咪願意每日用一杯奶茶錢提升你嘅健康？如果賣讀書會，每日2個7就可以擁有專業讀書會。第二個方法，免費試用加回報心理，俾客人試過之後，佢會覺得唔好意思唔買。Netflix、Spotify、YouTube Premium 免費試用30日，Costco 超市免費試食試睇。忍唔住買。廣告唔係關於我哋幾勁，
而係點樣幫到客戶。學識廣告技巧，你可以賺更多錢，影響更多人。廣告成功等於目標清晰，加強調比較優勢，加提供行動指引。最後問大家一個問題，你有冇試過因為一個廣告而忍唔住買咗某樣嘢？留言話我知，睇下大家中過邊啲廣告招數。今日係咁先，下次見，Peace。